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秒懂新聞。醫院管理局由2026年5月26日起，即下周二開始，將會分階段推行全港公立醫院同診所統一來電顯示號碼。呢個新安排係醫管局為了解決市民長期痛點而推出嘅重要改革，主要目的係令市民更容易辨識真正嚟自公立醫療機構嘅來電，避免因為害怕電話騙案而拒接或者漏接，錯過急症室、病房或者診所嘅重要醫療通知。醫管局喺5月18日正式公布呢個計劃。根據官方消息，全港所有公立醫院、家庭醫學診所、專科門診診所以及醫管局轄下單位都會逐步轉用新嘅統一來電顯示號碼。整個過程會分階段推行，急症醫院會較早開始，大部分急症醫院預計喺6月初已陸續使用新號碼，其他普通醫院同診所則會跟隨其後逐步轉換，預計喺2026年6月底全面完成。新來電顯示號碼全部採用7位數字，開頭一律係18285或者18286，具體範圍包括1828500至1828599同埋1828600至1828699。醫管局會按照單位性質分配號碼，18285字頭主要分配俾公立醫院同普通科或家庭醫學診所使用，18286字頭則主要分配俾專科門診診所同其他醫療機構。呢個分工設計令市民可以初步辨識來電來源係醫院定診所。呢個改革嘅背後係因為過去有大量真實而沉痛嘅案例作為強力推動力。近年電話騙案嚴重，好多市民為咗自保，甚至形成咗一見到2字頭、3字頭等陌生號碼就即刻拒接或者漏接嘅習慣。雖然呢個做法可以減少受騙風險，但同時亦導致好多醫療延誤同遺憾。其中最廣為人知、最令人心痛嘅係2017年華叔個案。一名交通意外傷者華叔入咗急症室，需要緊急手術。醫生用醫院電話連續打了17次俾佢太太，但全部都被拒接，因為太太誤以為來電係騙案或者推銷電話，完全冇接聽。到第18次先成功接通，但傷者已經進入手術室，太太就此錯過咗同丈夫最後傾偈嘅機會。呢個事件由急症室醫生公開分享後，引起全港廣泛討論，同埋成為醫管局今次推行統一號碼改革嘅重要背景之一。除此之外，仲有其他真實個案，例如50歲蔡先生參與大腸癌篩查計劃，因為診所來電係陌生號碼而拒接，結果延誤通知取樣唔成功，需要重新檢測。蔡先生事後表示，如果真係有事，後果可能好嚴重。另外，67歲黃婆婆亦曾經漏接醫院電話，雖然最後冇因此而嚴重延誤覆診，但佢之後每次見到陌生號碼都特別緊張，逢3字頭都硬着頭皮接聽。黃婆婆表示，好多長者唔懂得儲存醫院號碼，容易漏接，最大影響係增加輪候時間同延誤跟進。醫護人員亦多次公開反映，類似情況好普遍。有急症室醫生表示，曾經為咗聯絡病人家屬，打咗10幾次電話都冇人接聽，花咗近半小時，最後要換另一個電話先聯絡到。呢啲真實案例一次又一次累積，清楚顯示如果唔解決來電辨識問題，醫療服務同市民之間嘅聯繫就會出現嚴重障礙。正正係因為呢啲迫切而沉痛嘅經歷，醫管局先決定推出統一來電顯示號碼，希望可以有效減少同類遺憾再次發生。新措施實施之後，有幾個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謹記。首先，呢啲18285同18286開頭嘅號碼，只係醫管局主動打出用。如果你回撥呢個號碼，通常只會聽到一段錄音提示，話俾你知係邊間公立醫院或者診所打嚟，職員之後會再主動聯絡。其次，部分單位仍會保留少量直線電話或者手提電話，呢類來電可能唔會顯示新字頭。轉換期間，市民可能同時收到新舊號碼，大家要小心核實。醫管局強烈建議大家盡早將18285同18286開頭嘅號碼傳入手機通訊錄。值得留意嘅係，醫管局職員聯絡市民時，通常會主動提供充分核實資料，包括所屬醫院名稱、病人姓名、身份證、4位數字或者預約日期等具體資訊。醫管局特別提醒市民，公立醫院職員絕對唔會透過電話要求你轉賬、提供密碼或者進行任何金錢交易。
如有任何懷疑或者遇到對方一開口就問敏感個人資料，應該即刻掛線，並盡快向警方報案。醫管局亦鼓勵市民，如果接到可疑來電，可以先用原有醫院總機電話打返去確認，切勿輕信來電者提供嘅任何回電號碼。網民對呢個新安排反應大致正面，好多人都覺得醫管局今次終於回應咗市民嘅痛點，尤其對有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嘅家庭幫助更大。總括嚟講，醫管局今次統一來電顯示號碼係一個以市民安全同方便為先嘅務實措施。喺電話騙案日益嚴重嘅環境下，呢個改變有助重建信任，減少因拒接或者漏接而造成嘅醫療遺憾同風險。各位朋友，醫療資訊事關重大，大家平時多留意官方消息。今日分享到此為止，感謝大家收聽秒懂新聞，我哋下次再見。